带去读唐诗。行路难及作者李白。金樽清手斗十千，玉盘珍羞七万钱。停摆斗地不能食，不见四顾心茫然。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经太行xuất万山。闲来随着碧溪上，忽落成秋望一边。行路难，行路难，道基路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分行济沧海。简介：行路难的诗中呢，有淡薄违背李白好酒如命的品相。伊是伫朋友兜呢拜宴来上台，就是呢烧酒啉落去，就真罕有食不知味，不见忘年所写的佳作。头前2年讲出了酒生前必办盛宴来招待，忽然间心血来潮，停杯当地，不见四顾茫然，想要渡过黄河。河川已经被冰雪来击淡，想要爬太行山，山也已经被风雪来覆盖。想叫早当年的穷书啊，未出世以前，伫渭水钓鱼也无人烧酒。伊阮呢，未受到上汤来礼评之前，也只有伫做梦叫我到坐船行过日月的边啊，可见。因缘际会未到，人生的路实在是非常的歹行，何况是行到足侪路口的山车路，到底是要行倒一条呢？总一天，一定要乘中风破巨浪，高高挂起云棚，在沧海中永永不埋尽。这就是李白的诗集与众不同的特色。别气酒忘食不见四顾，唔止甲诗忘言，更加是略神无主哦。可是伫最后结局的回马枪，伊故是乐观进取，绝对袂萎缩低迷。这类实现李白的天性，旷达豪迈、不屈不挠的精神，令人敬佩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